越急嘅決定死得越快。我35歲之前就係活生生嘅例子。你以為快就係效率，其實好多時候快只係一種衝動，而衝動係最貴嘅成本。救護現場教識我一件事：衝動等於攞命。你見過幾多人就係因為嗰一刻情緒上腦，做咗個翻唔到轉頭嘅決定，然後用半世人生去還。數據好清楚，重大決定隔夜先做，準確率即刻多40%。點解？因為你俾個腦有時間從杏仁核轉去前額葉，從情緒模式轉去理性模式。國際投行有條內部規矩，超過500萬美金嘅交易一定要執行強制冷靜期。唔係佢哋唔夠專業，而係佢哋太專業，知道情緒波動嗰陣，決策出錯率會飆升近50%。你可能會話：我又唔係做交易，關我咩事？錯。你辭工、你分手、你買樓，邊樣唔係人生重大決定？邊樣可以俾你用情緒去賭？所以真正嘅高手唔係反應快，係知道幾時要慢。慢唔係拖，係俾確定性留出空間。你唔係嘥時間，你係用時間去換準確度。好多人搞錯咗一樣嘢，以為空間同時間係對立嘅，其實唔係。空間維度你最大，你可以有好多選擇、好多可能、好多方案，但時間維度當下最貴，因為當下嘅決定會鎖死你將來嘅路。你唔係慢唔起，你係快慣咗，快到你唔記得，其實你可以停。你唔係冇時間，你係習慣咗用衝動去填補思考嘅空白，而呢種習慣正正係你成本最高嘅習慣。點解芬蘭教育全球最掂？因為佢哋15歲前唔考試，唔急住俾細路一個分數，而係俾時間去沉澱能力。點解匯豐銀行嘅 MA 計劃要設18個月輪崗？因為佢哋知道能力係需要時間積累嘅，唔係3個月速成搞得掂。你以為慢係輸，其實慢先係贏。慢唔係拖延，係俾確定性留出空間。春種秋收，從來都唔會急。你唔會話粒種落咗嚟，第2日就要佢出芽。但係你對自己嘅決定，對自己嘅成長，點解又會咁急？真正嘅效率唔係做有幾快，而係知道幾時應該慢落嚟。你慢一步，其實係快10步，因為你唔使要用將來去修正今日嘅錯。所以下次當你又想即刻做決定，不如俾自己隔一晚。當你又想即刻回應，不如俾自己3秒深呼吸。唔係慢，係準。